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这个香港要来修订逃犯条例所引发的反送中的运动，引爆着香港为主权移交以来上大规模的抗争。这3个月以来，警民冲突一届比一届严重。华视新闻每礼拜拢轮派记者到香港采访。8月底，咱看到香港的警方除了出动着水炮车甲装甲车之外，竟然嘛向空中来开枪。这波抗争的行动，香港政府已经抓超过1000人，互全香港拢踏入个白色恐怖的阴影当中。尽管这个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已经伫个9月初来宣布撤回着逃犯条例，但是也是无法度平息着香港人的愤怒。到底这波抗争要安怎来收煞，阁会安怎影响到香港人的命运呢？来看华视新闻团队深入香港的专题报道。事情蔓延了那么久，可是政府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也没有说要回应我们，就是民间说的5大诉求。好感啊！看我的谁？我觉得这一年的香港对香港未来的发展起到很决定性的作用。无论它是成功或失败，香港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状态出现。港警拍催泪弹，示威者牵砖仔家己反抗，其他就是烽烟散布，半暝四界拢着火，这是2019年热天香港的日常。香港特区政府硬要杀逃犯条例修订，引起香港自主权移交以来上界不安的年代。3个月来抗争，紧张的气氛伫8月底来到最高点。专案大游行，原警头一摆开出头一发的实弹警告，并且出动水炮车，香港示威冲突武力再升级。主要还是因为警察来到的时候，他有很激烈的冲突，才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个反抗的行为。警民对立情势升悬，香港政府开始抓人。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要去港铁站半路，互人塞上轿车。另外一个政治的成员周庭，嘛伫厝内互人抓起来，引起国际议论，互人拘留12点钟，后来才被放出来。當時咧，其實我真係非常之懷疑同埋疑惑，到底佢哋係咪每一個人都係警察，同埋點解係上7人車唔係上警車？而上去嘅話，到底我會被送去邊一個地方？白色恐怖，想要嚇怕香港人不要再參與之後我們反送中的抗爭，但是我們香港人不會放棄，我們會繼續去努力去爭取我們的5大訴求。唔那黃之鋒就定，香港政府以組織也是參加無經過批准的集會等等罪嫌為理由，陸續抓港大學生會前會長孫曉南、香港民族黨前召集人陳浩天。沙田區議員柯瑞武等真一位民主派議員，全面的逮捕，讓香港陷入白色的恐怖。唔驚白色恐怖，香港人佫上街路，金正政府的總部立法會外口水火交戰。拍催淚彈，警方更加頭一擺出動藍色嘅水炮車。冲突无分每日，愈换是愈凶险。华视新闻团队深目见證着香港抗爭史上上界嚴重的暴力鎮壓。在灣仔的街頭，他們燒起了障礙物，而且呢，還不斷用鐳射筆在掃射。鬧區邊戰場，服務警察數量小隊衝入港鐵月台車廂，用警棍甲胡椒水攻擊，手無寸鐵的民眾被拍甲頭破血流。大人囡仔攏講，列車內有夠亂，四界攏是火，予人看到會驚。
加上交流表达意见，争取公平正义的对待，却是换来残忍的定案。生活伫政治威权下，香港人唔愿点点共款挺身而出。9月7，好机场我都运作。最好就是能够引起国际关注以后，香港政府能够正视这个问题。机场人员不断的广播，但示威者为了要堵住机场的出入口，现在呢就是把铁栏杆、还有推车，甚至连三角锥都搬出来了。去机场示威表达抗议，和公共交通全线拢关起来，反送中风火连3个月。香港人坚持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收回暴动的定性，撤销对所有抗争者的控诉，以及实行上进普选5大诉求，缺一不可。而香港人的大团结，嘛好全世界见证到一场打破阶级、跨越世代抗争。这个会长是几年级的同学？提出雷射兵，伊是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彭仲贤，因为随身炸10支的雷射兵，和警方讲是攻击性的武器掠起来。一定不是一类攻击性的武器，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可以用来攻击人的，但是警察没有那个理由说，也没有那个证据说，证明我是用来攻击警察的。彭仲贤伫深水埗买雷射笔，和5个便衣警察掠起来，后来因为人无爽快，送去病院。读法文系彭仲贤是老师亲戚朋友眼中的有为青年。本来学校规定要去法国深造1年，才会使毕业。因过烦恼讲反送中的发展，想要留伫香港。我觉得这一年是确定香港未来的一年。因为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然后了，香港就不会再有改变我们命运的一年，再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了。上班的时间未到，民阵尖叫一人，杨正贤都已经出现伫办公室，身为非政府组织的一份子，伊关心外籍劳工权益。点播728上环冲突中，港番互人掠起来。现在你可以看见我是后退，但是他们用那些电筒就是照我的眼。伫网络顶面看到家己被掠的影片清清楚楚，回想被拘留的47点钟，伊受到无平等的对待。那些被捕人士大概就是有40个，有40个人是跟我一起的。然后我们是坐在这个地方，那个很酣装、很热的地方，那个感觉就像一个蒸炉。坐在我旁边的那个男生，他应该是给警察在拘捕的时候给打，然后他的头是在流血的，然后他要求了大概3个小时，还没3、4个小时还没可以到医院。27岁杨正贤，大学的时期已经参加过真多摆社会运动，像讲2014年占中行动等等，到即马已经互人掠5摆。参加抗争以来，伊深深感受到警方暴力升级，人人拢是罪犯。香港已经变成了一个警察社会，暴力是升级了。然后也是兴起了很多，比如说就是有催泪弹的放题啊，然后也有就是有开枪是开了很多次啊，这一些我觉得全部都是中国政府它的意思。方面大有写讲，元朗人要求警方调查7字因搭伫壁顶，自细汉住伫元朗的王小姐对反乌抗暴4字真有感觉。无辜就是坐个地铁就被打，就已经很恐怖了。就我觉得，不只是觉得害怕所以哭，我觉得就是作为香港人，为什么要在一个本来那么安全，但香港现在那么不安全的地方居住？然后也是觉得被打的人很可怜。港铁元朗站白衫乌镜无差别攻击市民，火力持续2点钟，依然无看到警方到现场处理。王小姐虽然会烦恼会惊。但不依然坚守立场。就是我觉得，在一个真的是自由的社会的话，是要接纳不同的声音。无论你是反送中好，你是支持送中好，就是
你都要听别人的意见。可是我觉得事情蔓延了那么久，可是政府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也没有说要回应我们，就是民间说的5大诉求，從來都沒有。你車來都會做人爸爸㗎，你都有細路㗎，你做乜咁樣打啲細路啊？你哋收隊啦，夠啦，好緊啦，我求下你哋。陸錦成勇敢徛佇防暴警察前，苦抗因受罪，震撼全世界。這個畫面登上國際媒體，伊被封為香港媽媽。頭毛箍起來，日常打扮，陸錦成逐工攏會去菜市啊買菜，對着香港的前途，伊真煩惱。大家若拄着抗議衝突，伊差不多逐場攏會到。對着香港媽媽的外號，陸錦成真謙虛。覺得那個是過譽了，真的不是我有什麼特別，最特別的地方只是恰巧在那個時間、那個時刻，恰巧是我在那個地方而已。換了是別人在那此時此刻在那個地方，可能也會一樣這樣做，輕描淡寫的說了那麼一句，就是我在網上看見你，然後我也輕描淡寫的回他一句，你天天在家裡都可以看到我。住伫公厝，伊就是咱台灣所講的社會主體。陸錦成的厝較無10坪，敢若一房一廳，變甲真清氣。壁頂有搭友好老母拍拼讀冊春聯，是對兩個後生的鼓勵甲要求。伊勇敢發聲，這是你為囡仔爭取講真話自由。我覺得這一年的香港，對香港來說是很決定性的。對香港未來的發展起到很決定性的作用，就是這場運動，要麼成功，要麼失敗。無論它是成功或失敗，香港將會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個狀態出現，沒有回頭路可走了。跨世代抗爭串聯老母、青年甲社會各界的站。這學生當然嘛無缺席，開學這一天，超過3萬的中學生、大學生參加罷課，表達訴求。我覺得香港的政府施政無能，然後經常就很不聽從民意。我知道最近台灣的朋友或是一些的一些的人都知道我們香港現在的狀況。我們出來的時候，就是因為我們已經看到了香港的政府是已經不能夠再讓我們相信。無唱好歌，改唱悲慘世界。2019年，有時好天，有時落雨，上長大天，一陣較無20歲的囡仔行過一條血淚交織的抗爭之路，甚至有同學已經開學啊，卻是無法度轉去學校。好，同學。台灣東華大學的學生在學口號，因為因的香港同學參加反送中的運動，和鋼筋掠起來監控。為什麼為了爭取自由，我們接受到的是這樣的暴力的對待？在台就讀的香港學生，如果因為這一次反送中的事件在香港遭遇到逮捕這樣的時候，我們可以怎麼樣來保護他們？怎麼樣來保留他們在台灣的學籍？向全世界發聲反送中，黃志峰議員朱凱鼎學聯前副秘書長金國輝三人到台灣，呼籲台港愛團結。最重要，其實來到台灣，我們希望讓到台灣的朋友可以繼續去關注香港，讓北京知道，就算他們不讓香港人出來抗議，其實還有世界的地方、不同地方的人，讓與香港人一起同行。台灣替香港民間的物資，嘛一直透過秘密管道送到香港。台北濟南教會少年的志工整理防毒面具、安全帽等等的裝備，爭相寄到香港。先說我們要寄到香港，謝謝。香港防毒面具甲面罩差不多攏欠貨，台灣變成補給的重要的中繼站。歷代香港人嘛專工來提貨，是實力堅強的高下雄兵。有來自全台各地的人，他們寄送包裹來教會，他們會負責點收，然後清點數量。
那签署数量之后，如果有香港伙伴或者说台湾人要去香港，或者香港要回香港，那他们会到教会这边来索取这个物资。我们第一批送到香港的安全帽大概有600多顶。那像面对这些大概，我们要前前后后大概上千套。警方用实际力来驱散人群，不只有保护警察，还有护龙法队，在香港也都会的超过20名议员联合案。沙田游行呢，从5点。我是采访团队驻守香港3个月来深入观察，并且完整报道，这一幕一幕感动人的画面。21万香港人手牵手，牵60公里的人链，做香港路照亮香港。以及闪避警方追捕，示威者为机场撤退，今日说伫公路展开20公里的长征。淹过5000台二车载示威者转去，被称之为香港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个反送中上水的风景，汇集着无数人的力量，逼香港政府总算屈服让步。特區政府會正式撤回條例草案，完全釋除市民嘅疑慮。的抗议活动，就算是香港政府撤回这个土法条例，我们所主张的就是5大诉求，缺一不可。5大诉求无得到全面的回应，香港人继续的抗争。青装备挂风度民区行上街路，面对催泪弹。在这场民主甲维权的战争中，这一个不认输的兵，用坚毅精神掩硬生命力，这在为家己的前途奋战，为香港的未来打拼。